據希臘官員話，星期五當地時間上晝，一艘船喺地中海傾覆，救援人員發現咗3具屍體。救援人員喺希臘克里特島外海救起咗船上數目相當嘅人，當中嘅300幾人。希臘海岸警衛隊嘅一名發言人話，好多人落水，好多船喺當地來回穿梭，拋擲救生圈營救難民，落水嘅人數數以百計。而家仲唔清楚傾覆嘅船嚟自邊個國家，船上嘅人係乜嘢國籍。通常從利比亞出發，通過海路前往希臘嘅大多數係尼日利亞人同岡比亞人，但而家出逃嘅索馬里人同厄立特里亞人亦增加。雖然大多數敘利亞難民係通過陸路經過土耳其進入歐洲，但係上個星期希臘海岸警衛隊攔截到一艘載有65人嚟自敘利亞、阿富汗同巴基斯坦嘅船。聯合國難民署話，上個星期有大約880人喺地中海喪生。喺2016年頭5個月，成千上萬嘅人企圖進入歐洲，當中有超過2500人喪生。舊年同期就有1855人喪生。